弟姊妹平安，咱做来读经文50篇以赛亚书61。只怪上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上主有应由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予散赤人，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。宣布受掠的得到讨办，受关的出家牢。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，是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锡安悲哀的人，予以花冠代替喜恶。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衫，应受称赞，做公义的树。上主栽种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，我要用信息甲因保守，要用因立永远的约。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，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。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来啊！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今仔日，恁应该着听伊的话，
会众请起立，咱同齐用圣诗185首，造化的神，你伫早时来阿罗上帝。咱有缘徛伫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阮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的主，阮只是恭敬来到你圣的宝座前，用虔敬的心来敬拜阿罗你，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统管一切，你也是阮活命的来源，阮的气息、生活甲动作，拢在伫你。愿万民拢出声来学了你，也将一切的荣光、感谢拢归伫你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
对创造宇宙万物的大生，你就听阮，伫万民中竞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，通日日享受你的保守甲看顾。阮无论伫倒落，伫何等的状况，你的神拢甲阮伫地，无离开阮。你听世间人为着因的罪来放杀家己，道成肉身来到世间，担当阮所有的罪过，无互受罪恶的捆绑，也因为你的国话，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甲愿望。这实在是何等大的恩典甲祝福！主啊，你用时间成做阮活命的笑度，互阮会通体会家己活命是何等的软弱甲有限。因为伫你看，1000年那已经过去的早日，佮亲像夜间的一更一更，阮的人生那亲像困一醒，早起时亲像草。发生无生，总是到伫暗时就孤单。阮的外表虽然渐渐伫衰弱，总是阮的内心却日日伫换新。因为你是阮心内的快乐，也是阮的福分，要直到永远。年龄不过是一个少爷而已，犹原阮要兴旺，那亲像做树，要长大亲像香柏树一样，要游园色青翠，结满满，搁到结果子，通显明耶和华上帝是稳定搁是信实的主。今仔日是上年的主日，阮特别伫遮来纪念，阮来为着教会中侪年长的兄弟来感谢你，特别为因来祈祷。感谢你赏赐阮伫生命中每一个阶段、每一个时刻，特别是阮年长的时，感谢你犹原照伫你的信息，你甲阮同在，使阮有教业的快乐来跟对你。阮来为着教会中侪身体欠安、心内孤单、丧向的人，也是为着伫生活中、伫家庭中、伫事业中，拄着各样的困境的兄弟来祈祷，求主听因祈祷声，会轻调伫你，也求你亲自带领安慰扶持，加添因教业的快乐甲信心。这时，咱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。阮伫天连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伫遮，伫对你亲像伫你。阮的心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误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。无天创造的市，就求阮团迄个爱，因为国、荣、荣光拢是你有，代代不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是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自在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信国共同的教会。圣徒的上头，罪赦免，肉体无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咱来启用，我来启，兄弟姊妹来用。至关上主的神临到我。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予散车人。
宣布受掠的得到讨办，受关的出家无，宣布上主温台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失安悲哀的人，互伊外观代替体肤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，因受称做公义的手，上主在前来，显明伊家己的荣光。我要用信息甲因保守，要甲因立永远的约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，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。做伙，所有看见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祝福的子民。咱来看圣经，上帝话记载伫约翰福音3章第1节到15节。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，名叫做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领导者。有一暗，这个人来见耶稣，讲：“rabbi，阮知你是上帝差来的教师，若毋是上帝同在，无人会当行你所行者的神迹。”耶稣因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定出世，就袂当看见上帝国。”尼哥底母问讲：“人已经老，哪会当定出世？兼讲伊会当搁一遍入去母胎来出世？”耶稣因讲：“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人若无对水甲信心来出世，就袂当食做上帝国的子民。对肉体死的是肉体，对性情死的是心灵。毋通因为我讲，恁着定出世来奇怪。风要吹去倒位，就吹去倒位。你有听到声，毋过毋知伊对倒位来，对倒位去。逐个对性情死的嘛是安尼。尼哥底母问耶稣讲：“即款代志哪有可能？”耶稣因讲：“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，连这都毋知哦。我实实在在甲你讲，阮讲阮所知的，嘛为着阮所看到的做证。毋过恁毋接受阮的见证。我甲恁讲，即世间的代志，恁都毋信。我若讲甲恁讲天顶的代志，恁若要信。对天顶降临的人子以外，无人捌就天。亲像摩西伫旷野举起铜蛇，人子嘛一定着安尼受举起。以上。互逐个信伊的人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以上。赞美，今仔日是上年主日，所以咱请上年团契来学乐。
被永远永远学了我的主，永远永远学了我的主。无论拄着什么艰苦的事，拢因为主有甲我同齐伫。正道，咱要请苦水静牧师来分享的道的目是：人已经老，乃会当定出世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，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到咱的中间啦吼。啊，特别是今仔日吼，咱我早起有享受到吼真好的敬拜，吼咱的这个雅歌诗班多伫第4礼拜有献诗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就搁拄着咱的上年主日吼，啊看见咱的这个老大人吼，拢真有年轻的活力吼，感觉足赞的啦吼，足赞的啦吼。啊，因为我知影讲今仔日是上年主日吼，所以我特别经这段经文啦吼，来甲大家分享吼。人已经老，怎样会当定头生咧？咱拄则读的是哪会当定出世啦吼，进前拢翻译做定头生吼，总是即马翻译做哪会当定出世？吼，我期待用即个来甲大家分享吼，互咱无想到讲咱的年纪偌大，咱永远会当逐工有活力，吼，逐工有活力。上时也受到柯牧师的邀请吼，就是对昨昏开始吼有即个宗教改革纪念的即个培灵会啦吼，所以今仔日是第2场吼，今仔是第2场吼，所以有关要讲到甲宗教改革有关系的即个代志。咱若从1517年的10月31日，路德马丁伊发表95条的论讲的日子，当作是咱宗教改革的开始。那安尼到今年已经是第几年啊？第508年啊！吼所以大家感觉宗教改革甲你有啥物特别的关系无？大家感觉宗教改革对你上大的影响，佫是啥物咧？我想对新教的牧师来讲，上大的影响就是会当结婚。当别人问讲神父甲牧师有啥无共款的事，我就甲伊讲做牧师会当结婚，神父袂当结婚安尼啦吼。嘿恁知影为什么牧师会当结婚，神父袂当结婚无？唔知影啦吼，就是爱感谢路德马丁啦，吼，伊是天主教的神父哦，吼，迄当阵规定袂当结婚，吼，袂当结婚，总是伊感觉即个袂当结婚就是禁欲啦，吼，就是禁欲，吼，就是。这个对于信仰的养成会有很大的影响，所以袂当啦吼，袂当结婚吼。伊就反对这个观念吼，伊讲这是无必要的代志，所以吼，伊是伫1525年吼，17年的8年了后吼，伊就决定要娶某。吼，伊42岁时，伊就娶26岁的修女也疯狂哦，修女吼凯特琳娜。吼，娶伊做某，然后就离开修道院，因就出去吼，食做翁仔某，经营真美好的家庭。知影伊生偌济囝无？几个囝？生6个囝。吼，伊感觉讲家庭其实是一个灵修上好的所在，因为伊的关系，所以新教的牧师就安怎唔免守独身，吼，会当自由嫁娶安尼吼。这是我的联想啦，吼另外就是甲我个人较有关系是这张相片，吼，是这张相片，吼，这是2021年10月31的时，吼宗教改革纪念日，迄天我特别伫健身房翕的相片，因为迄天拄好毋是礼拜，吼，所以无伫做即个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，所以我就家己去翕相啦，吼，感觉就。我感觉爱纪念一个啦，吼，爱纪念一个吼。我去的迄个健身房，迄个名叫做 Reborn 重生，吼，定头生。我因为即个名真吸引我，所以我去迄间健身房安尼吼。伊的壁吼写即个字，我足爱的啦。伊讲 I am different from what I once was.
I am new, I am reborn。好，这对我真大的吸引啦吼。我已经甲我进前无共啊，我即马是新的，我已经顶头生咯。好，迄当阵2021年吼，佮带喙暗对无？好，去健身房爱挂喙暗呢。若是安尼，恁敢会去？敢想讲要去吼？我的朋友甲我讲，啊，牧师很危险的，你还要去哦？对啊，吼，我还要去啦，吼。啊，迄天吼，我脱下口罩吼。烫喙暗吼，请迄个小姐帮我翕相啦吼。啊，我伫脸书顶头写讲1031宗教改革纪念日，然后第二抓写改革转变顶头生，第三抓写下礼拜会当自由来做礼拜啊。吼，所以下一张吼，你来看吼，迄当阵做礼拜的情况是安尼，恁有经历过无？阮教会一个礼拜吼，一场礼拜上济坐38个人，吼啊，所以有2场，好佳哉有2场礼拜吼，啊，所以爱安尼分啦，爱安尼分安尼啦，吼。好，我想改革转变顶头生，即几字对我来讲真特别，因为迄当阵我伫减肥，吼，要给你看下一张照片，对，迄当这是10年进前的我。有看到无？2015年的过年拍的照片啦，吼，是10年进前的我，啊，即嘛是我吼，有缘阁肥起来啊，对无吼？很真实际安尼啦，吼，啊，继续努力拍拼，吼，继续努力拍拼，吼。我感觉，改革家己，互家己转变，会当伫到顶头生，这是宗教改革纪念较有意义的代志，吼。迄当阵伫上教练课的时候，教练将我当做啥物，你知影无？迄当阵我其实敢若55岁尔吼，伊讲我是老大人，吼锻炼的方式爱照老大人的方式来锻炼安尼啦吼，嘿，所以吼我被当做老大人来看吼，实在是真很不甘心咯吼，哪会使安尼啦吼，嘿，啊伊个问我一件代志，讲你知影老大人吼上紧吼失去的即个能力是啥物？吼，伊爱我加强即个能力啦吼，我就想足久的啊吼。唔知是啥物，恁知影是啥物无？哈？肌力流失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是受伤拢会安尼，唔是肌力流失。伊讲上紧流失的是爆发力。好，咱老大人哪有迄个耐力对无？总是上欠的是爆发力，迄是年轻的时才有的。好，所以伊叫我跳迄个悬的所在吼，会跳起去，啊，搁跳落来安尼啦吼。啊，这叫做训练爆发力啦吼。啊！我上课了就无搁安尼跳过啊，足悬的啦吼，跳足危险的安尼啦吼。好啊吼，啊，咱今仔日伫读即个圣经，感谢咱的上年吼读圣经读得足水的啦吼。妈妈在哪里？哦，好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，这样啦吼。经文读甲足水的吼，我台语讲啊袂认得安尼啦吼，所以足心无心善吼，台语会当读了足水的人吼。好啊，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嘛共款出现一位老人，伊的名叫做尼哥底母。这位老大人伊有4个特色，头一个是伊足好行的吼。主耶稣死了后，尼哥底母捌开钱为伊的遗体。买什物？买抹药，买乳香，好要保养伊身体。大约买100斤的抹药甲乳香，遮尔爱买遮济100斤足济哦，吼，爱开会足济钱的。只有好业人，这钱才摕出来，所以伊真正是一位好业的人。第二，伊就是法利赛人。吼，法利赛人上捌律法，上遵守律法，因其实嘛真敬虔。吼，虽然咱会受耶稣的影响，讲伊是假冒为善对无？吼，拢是假好的即个法利赛人啦。总是咱来知影，因虽然假好，总是因其实真敬虔，因真遵守律法。第三，伊是犹太人的官，做官的人。吼，伊是公会的。其中一位，吼，因的公会是70个人组成一个公会，啊，这个公会是犹太人的这个上官的法庭，吼，
伫宗教有啥物纠纷吼，会当伫公会来裁判，安尼吼，所以伊是其中的一员吼。第四个，伊可能是出身是真出身名门啦吼，伊出身是真好的一个人吼，所以凭伊的身份、伊的地位，伊竟然会来见耶稣，想要甲伊有对话，我感觉是一件真不可思议的代志。另外，最近中间咱阁发现一件足奇怪的代志，就是啥物？伊毋是日时来找耶稣，吼，伊是暗暝的时，特别选暗暝的时才来见耶稣的，吼。为什么伊要安尼做？有两个理由。头一个，伊是真谨慎、真细致的，伊惊伫日时来会拖累家己甲公会的成员，因为耶稣迄当阵也无讲被承认嘛，吼。伊是官员，伊想讲，甲即个人见面可能会引起对人即个反感，还是安怎？有顾虑到即点，吼，所以伊想讲暗时来较好，吼。我要讲的是讲暗时来总比无来较好啦，吼。我感觉伊愿意来已经无简单啊。为什么？对啊，迄当阵遐样身份地位人，甲一个穿插嘛，无讲介好势，还是一个目睭会镜的人，伊要来见伊吼，真无简单哦。恁爱安尼想哦，吼，对伊来讲就是一种的突破。吼，伊是为着要追求真理，伊就愿意屈家家己，会当做到安尼。我阁想无讲偌济人做会到。第二就是伊要避免受搅扰，伊期待会当专心来学习。吼，对尼哥底母甲对耶稣来讲拢共款。吼，暗时安怎较袂受搅吵，知影无？因拢是有名的人啦，吼，拢真出名，所以人拢会出入来甲因找，因会受搅吵，所以规气暗时吼较安静、较清幽，吼嘛较袂互受搅扰安尼。所以咱来看尼哥底母虽然有世间一切的荣华富贵、一切的尊严，总是伊犹原有一挂想袂晓的问题，想要来甲耶稣请教。所以伊才会选择暗暝来见耶稣。伊想讲会当透过暗暝，会当有好的对话。伊期待会当伫暗暝的时，伫暗暝的黑暗中间，找到光明，找到光明。咱来看因的对话，因的对话其实毋是对问题开始，这是真特别的所在。通常耶稣是人问伊，伊才回答。总是今仔日。尼哥底母来找伊，其实尼哥底母并无甲伊讲我有发生什么问题，我有什么问题要向你请教。尼哥底母伊只是讲哇，耶稣，我对你有无共款的看法，我感觉你行的身者是在世人印象深刻。我感觉你会当行这的身者，就是有上帝的同在。我知影是上帝差遣你来。做阮的教师的，吼，伊是看见耶稣是安尼的即个印象啦，吼，伊敢若讲出个印象嘛，伊并无想讲会当对耶稣的身上学着什么，吼，总是伊就是伊无什么期待啦，吼，就是要对话一个吼，无定着学着什么安尼尔啦，吼，总是咱看见耶稣真趣味哦，伊明明无问问题，伊就互伊答案，无问题就有答案哦。吼，为什么耶稣真巧？伊知影，伊看见即位来找伊的即位好野人，尼哥底母伊欠的是啥物？伊知影，伊遮尔富足，伊所欠缺的是啥物？伊也知影讲，伊伫思考的顶面有发生啥物问题，需要修正的。也阁有上重要一点，就是耶稣其实真想要将福音传互伊。所以耶稣是先接话，回答伊对伊的即个印象的描写，并且对伊讲，伊拄则讲到神者嘛，对无？吼，神者互尼哥底母感觉耶稣真无共款，所以耶稣就对神者讲起，伊甲伊讲吼，神者毋是上重要的，上重要的是咱人内心的改变，咱的心改变了后，你才有可能接受福音。所以耶稣就对伊直接讲出，人就爱定出世，爱定出世才会当看见上帝国，才会当进入到上帝国。
尼哥底母无想到上帝国的代志，伊只想到定出世这件事，伊无法度理解。伊讲人已经老，哪会当定出世咧？吼，伊掠准定出世是啥物意思？是爱过一遍入去母胎定身来出世。伊感觉这根本就无可能。咱嘛知影讲无可能对无？对啊，是啊。吼，总是啊，吼，若是照尼哥底母伊的思考方式来看，我感觉伊阁有一点讲甲无讲介正确，因为人袂当阁一遍入去母胎定身来出世这件事，甲年岁有关系无？甲人有老无老有关系无？其实无关系啦，对无？吼，要挑语病的话，吼，咱少年人吼。嘛是共款啊，无可能会讲个入母胎个定出世安尼，吼，这是伊一点的错误。另外一点的错误是啥物？就是伊甲所有的法利赛人拢共款，只注重行为，只想要靠家己的行为得到救。所以耶稣就想讲要甲伊点醒，吼，耶稣伊讲的即个定出世，毋是肉体的定出世。毋是肉体的定头生，是心灵的定头生。你的心灵爱定头生，你才会当开始来接受这个福音。所以耶稣安尼讲，伊讲人若无对水甲圣神来出世，就袂当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好，所以继续耶稣讲到上帝国是啥物？上帝国就是上帝的旨意会当完全实行的这个。国度、这个社会、这个状况，所以成做上帝国的子民的意思，就是咱活伫上帝国的内面，受上帝国的这个规矩来，就要照这个上帝国的规定来活，吼，爱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。上帝旨意爱成做咱生活上悬的指导的标准，爱遵行，所以遵行。进前爱先顺服，所以咱爱顺服上帝的这个旨意、教义旨意来行。这其实也是咱人生上重要的目标。好，所以要问大家一件事：成做上帝国的子民，甲成做上帝囝儿，是毋是同款的一项事？是啦，吼，只是国度的子民感觉较无感情，啊，上帝的囝儿。吼，感觉较温暖安尼啦，吼，啊，关系无共款，总是拢共款，吼，意思其实拢共款啦，吼，好，所以啊，咱若要成做上帝国的子民，啊是要成做上帝的囝儿，咱爱信耶稣来得救。要安怎信耶稣来得救？就是爱定头生，爱定头生，并且爱透过水甲圣神，才会当定头生。好，这是耶稣讲的，讲爱透过水甲圣神哦。啊，总是另外一个讲法，就是水其实就是圣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神吼有真济功用，其中的一个功用，甲水的功用是同款的，是啥物功用？水会当清气对无？水会当清气，圣神嘛同款会当清气，吼会当清气拉散、清气罪恶。这种清气的功用，只会当发生伫真正悔改甲相信的人身上。吼，所以对水生还是对圣神生拢同款。要分别就是讲，若是对水生，代表人才着悔改结束旧的性命；对圣神生，就代表人才着相信得到新的性命。耶稣讲甲喙角传播，总是尼哥底母安怎？看到耶稣的面，伊毋知影要安怎回答，伊听甲真无煞煞，充满怀疑，充满犹疑，所以耶稣就继续用风做譬喻来解说圣神其他的功用。风还是气，还佫有灵，原文是同一字 pneuma 或是 raha。这早起有洪信老师，林洪信老师。伊伫遮做礼拜吼，我实在是真着惊安尼啦吼。这是伊的专门吼，竟然伫遮讲啦吼。啊，因为伊就讲气的时吼，就讲热哈，所以
旧约就是热哈啦吼，圣神运行伫黑暗的水面啦吼，迄个热哈就是开吼，啊 pneuma 就是新约用的词啦吼，对，所以啊吼。共一字，所以耶稣就用即个同义字、同音字讲啦，讲你会当看见，会当听见，并且感受到风的存在，对无？总是你毋知伊对倒一搭来，对倒一搭去，你也毋知影讲风是安怎吹，为什么要吹？总是你会当感受到伊所做的代志，好。树仔在摇，表示有风吹过嘛，对无？你感觉面凉凉，就是风吹过你的面嘛，对无？好，所以耶稣讲圣神嘛是共款安尼。咱可能毋知影圣神是安怎做代志的，总是你会当看见圣神伫人的生命中间所产生的效果。好，这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，总是伊犹原袂当接受，因为伊的心犹原在想。人要安怎做，才会当得到永远话，才会当顶头生。吼，伊还阁在想爱安怎做，因已经足惯势行为这件事。吼，所以伊就讲，哪有可能有这种的代志会发生？安尼，所以啊，对伫尼哥底母的这个要求，耶稣嘛讲出一个真重要的事实，甲伊讲。顶头生是属天的事，属天的事袂当靠头脑去理解，是爱靠信心去接受。等到你的信心内面已经接受属天的生命的时，才会属天的代志，你就会当拢清楚啊！你就会当拢清楚啊！吼，啊，你会当伫信心中间接受属天的生命，这其实嘛是圣神在做工的一种的结果。吼，咱来知，所以圣神吼一直伫咱的中间伫做代志。耶稣知影尼哥底母对旧约的记载足熟的，所以最后就举同蛇的例来说明，伊期待伊有一天会当归信耶稣，会当顶头生，会当得到永远活。吼，这就是同蛇，有看过无？这就是同蛇。这我做的，我插会时爱需要伊做道具，所以我做一个铜蛇。这个是我伫我有一天转去新航院的时，吼，我捡的这个茶，我感觉讲，我去牧会了后，需要有这个时字的提醒，互我知影讲，袂当袂记咧吼，当初为什么要回应上帝呼召去读新航院，吼，啊，伫教会服侍，吼。啊，所以我做一日时间，吼，放伫我图书馆的即个壁顶，吼，啊，因为要插花啦，吼，所以我就做一尾铜蛇，吼，铜蛇，吼，啊，有做目睭啦，结果摕来时已经袂，毋知走去倒啊，吼，目睭变怎做知影无？粘上去哦，吼，用南瓜子、金龟的经济，吼，做迄个眼睛，吼，啊，眼珠怎么做？眼珠就是用花椒粒，会有眼睛出现了哈啊，但是它不见了，所以好啦吼，这就是铜蛇。铜蛇的故事记载伫民数记21章。迄当阵以色列是行伫即个旷野的中间，因嫌忝，嫌无水啉，嫌这嫌迄，埋怨上帝。好啊，所以上帝吼无欢喜，就刑罚因。就出动火蛇，咬死真济人。好，所以因知影讲家己毋对，认罪悔改了后，上帝有原谅因无？有，上帝就原谅因。上帝就吩咐摩西安怎自一尾蛇吊伫旗杆的顶面，互所有互蛇夹着的，看一个就会活，看一个就会活。所以是啥物互因活起来？是啥物互蛇夹着的人袂死啊？得到医治的？是这只蛇吗？毋是，这是一个上顶尔，吼，是要甲咱讲，吼，上帝要透过这个铜蛇要甲咱讲啥物？爱仰望上帝，
上帝就会医治，上帝就会医治。所以耶稣伊就透过这个礼甲，尼哥底母讲，当咱人的思想转向上帝，相信上帝能力的时，因就会当得到医治。人子耶稣也同款会被举起。当人的思想转向伊，相信伊的时，因就会找到永远活。所以主用当初的故事是要互尼哥底母知影讲，你毋通搁再问讲，即款代志哪有可能啊？接受救恩真简单，接受救恩的方法就是，等到有一天看见迄位诚做人子的上帝的囝受举起，被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，你就去相信伊，你就会当得到属天的性命。这个属天的性命就是永远活，就是永远的活命。好，为什么我插花要用蛇？因为今年是什么年？蛇年啊，我们都不喜欢蛇，对不对？好，就龙年的后面还要讲是小龙年呐，哈。蛇那么不可爱吗？对，很不可爱。所以我调故意吼来看我插的花。有看到无？这支就是插伫花顶的迄个铜蛇，会当收起来啊。这就是要挑战我的会友啦吼，看到蛇是安怎，会有啥物反应安尼啦吼？我将蛇放伫花内面，想要挑战因，然后嘛要挑战会友，吼对伫蛇，圣经对伫蛇的描写到底是怎样？其实咱发现圣经的圣经内面的蛇，其实无一定不若是干那伫圣经啦，伫各种的文化顶面吼，蛇是甚物款的代表？恁知影无？是聪明甲智慧的代表。好，所以耶稣讲，恁就爱灵巧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温驯像鸽子，灵巧像蛇。台语怎么讲？恁就爱。灵巧亲像蛇，顺良亲像井，对无？对哦，好，所以是灵巧哦，好，所以毋是干巧哦，知影无？啊，咱讲干巧是啥物意思？就是咱会想起即个创世纪，有无？创世纪啊，吼，夏娃受引诱嘛，吼，是啥物来引诱伊的？蛇嘛，对无？吼，咱就讲伊是邪恶的。好啊，其实这个邪恶的形象是因为启示录讲到这个恶蛇吼，讲到魔鬼吼，啊将蛇的形象甲魔鬼接做伙，啊所以咱就自细汉被教导蛇就是邪恶的这个代表，吼，就是魔鬼撒旦爱离伊较远的，啊总是耶稣嘛讲啊，爱灵巧亲像蛇，对无？所以蛇的形象有正面嘛有负面的啦，吼。啊，总是啊，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吼，伊拢是真巧的，知影无？蛇真巧哦，干巧嘛是巧哦，爱巧才会当干，知影无？对，好啊，所以我用即个插花，用即个铜蛇的花做意象，是要提醒我的会友，伫蛇年同款爱安怎？仰望主耶稣，互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。互咱的痛苦会当得到医治，互咱的难题会当得到解决，互咱的性命会当被翻转，互咱伫蛇年有缘会当过了真丰盛佮富足。好，新春请下礼拜拜三，所以礼拜四我来做一届礼拜对无？对，来看，迄天礼拜我插的花无变啦。好，这个花就是。蒸笼哈，5个蒸笼代表五福临门，知影无？堆叠起来的花，哈，堆叠起来的花，哈。啊，因为都搁伫过年中间，所以我将这个蛇换做鸡仔饼，有趣味无？好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这是雅歌啦，吼，会讲题安尼啦，吼。好，啊，搁分享另外一张图，其实我发觉，顶届来的时已经有分享过啊啦，吼。这是去年的玉山城的纪念主日吼，我插的花。迄天我甲索恩牧师交换讲台，伊讲的题目就是灵巧亲像蛇，顺良亲像井。所以我做两边做一个平衡，吼，一边是
鸽子一边是钱仔，一边是蛇，吼，有看见2条蛇无？2只蛇无？有看见2只钱仔无？因安怎做出来知影无？钱的是吼，毋是对吼，伊是纸粘土捏出来的。哦，纸粘土捏出来的吼，被嫌弃吼，红气嫌的就是有回应反映讲，牧师你迄个蛇的迄个字吼，做甲伤长啊啦吼，感觉足恐怖的安尼啦吼，嘿，啊所以以后就知影吼，爱做较古锥一丝啊安尼啦吼，嘿，就是两边吼做一个平衡吼，咱就是爱有时爱亲像钱啊，嘛有时爱亲像蛇，对无？安尼啦吼，好啊，所以吼，迄天吼拄好是圣神降临节，圣神降临节啊，我通常拢会做布置啦，总是迄天无做布置，所以我伫中想要表达的是即个圣神降临的迄个火热啦吼，啊叫火吼，我用黄椒的那个辣椒来表达，啊，够用火鹤花来表达，结果叶啊伤济啦吼，啊煞较看无啦，我感觉是较无成功啦，较无成功吼，一个部分安尼啦吼，啊总是好加载吼，因为咱的信心无因为即个无成功。啊，煞失败吼！咱真实的信心安怎是大有能力，是袂失败的。信心帮助咱会当顶头生，并且会当得到永远活。真重要，请你记起来，是信心会当帮助咱顶头生，并且会当得到永远活。信心是伫咱经历顶头生的过程中间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因为咱爱知影，咱无法度靠家己来顶头生，因为咱的本性是固执，是定控吼，袂当软化的吼。咱要搁比真侪俗世的这价值观惹看，咱甚至甲尼哥底母共款，将遵行律法当作是咱生命的全部。咱只想要靠行为去得到什么，也掠准讲只有靠行为才会当得到什么，总是咱拢毋对。咱对的是什么？就是单单倚靠信心的帮助，咱的心意才会产生变化，有新的心意产生，这就是顶头生。所以顶头生的生命会当。互咱愿意仰望上帝，愿意顺服上帝，这个顺服也帮助咱交出家己生命的主权，互上帝亲身来掌管。当上帝掌管咱的生命的时，咱就归属上帝，咱就成做上帝的囝儿，咱就成做上帝国的子民。伫这种的状态下面，就是上帝立理，上帝。保护管理咱伫伊的管理保护下面，咱也开始有上帝的生命。上帝是自有应有的，所以伊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，是永远的活命。这就是永远活，就是永生的意思，知影无？所以咱若进入永生，就是进入上帝所属的生命。咱人的眼光，咱人整个就比主权，咱就脱离这俗世、个短暂的事物，咱拢会过去对无？咱拢会过去啊，咱拢会死啦，咱拢会死啦吼。啊，总是咱要安怎面对咱的死，就是爱好好啊活。咱的生命是短暂的，吼，肉体的生命啦。总是咱灵性的生命是会当永远的吼，所以啊，当咱进入到永远活的这个生命的状态的时，咱就会当得到只属伫上帝的这个快乐甲平安，咱就会当活伫甲上帝有亲密关系这个团契的状态的中间。所以圣神的力量甲生命是超过人的力量甲生命的。当圣神掌管咱的时，咱人生的失败就会变做上帝的胜利。咱生命的顶头生，我要讲，其实是一个改变的过程。当咱顶头生，当咱成做上帝的子民，伫这个世上活出上帝
活出上帝国的这个规则了后，咱其实就有永远活，咱就拥有永生。然后伫咱每一个进步的中间，每一个过程的中间，圣神拢扮演真重要的角色，是袂当欠缺的一个角色。就算讲咱在座是真资深的这个老基督徒，咱犹原需要圣神随时的帮助。咱爱伫这个正圣的天路历程中，爱不断的死，不断的生，不断经历定头生的迄个欢喜。爱知影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咱要活出哪来，咱爱活出上帝的形象，哪来哪亲像上帝，也就是咱爱哪来哪圣洁，这叫做正圣、成圣、成为圣洁。咱无一定拢逐工拢是在高潮里面都是圣洁的，咱犹原会有跋倒的时，总是要鼓励大家，咱就是爱不断跋倒，搁爬起来。跋倒，搁爬起来，继续行，跑走天路。伫跋倒，搁爬起来，搁跋倒，搁爬起来，一个过程中间，就是咱不断经历死，不断经历死的一个过程。伫生甲死的中间，咱就经历着迄个定头生的欢喜。我毋知影尼哥底母结束甲耶稣的即个对话了后，伊是欢欢喜喜离开。还是悠悠愁愁走，我毋知影伊是毋是有将耶稣传予伊的福音听入去。伊后来到底有信耶稣无？恁感觉伊有信耶稣无？有的人举手，好，手放下；无的人举手。你拢无肯定对无？对，我嘛无肯定。我想伊真爱，真想要信耶稣。我毋知影迄个。伊的地位，伊的尊贵，是毋是诚做伊信耶稣的头家？是安尼，伊受即个福音吸引，伊才会想要来找耶稣。亲像昨昏伫培灵会我所讲的迄个好牙的少年财主，对无？伊财产伤济啊，所以诚做伊的主动袂当得到永远活呢。伊是问耶稣讲：我要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活哦？耶稣讲：你将你的财产摕去互送养人，真济送养人，你就会当得到永远活，然后你来跟对我，对无？总是迄个少年财主，伊做袂到，迄个钱财诚做伊的头家。所以我毋知影，我伫想，尼哥底母是毋是因为安尼，伊真想要信主，然后无信主？当然有可能有信主啦。为什么我会安尼讲？因为一开始我毋是讲伊为着要准备耶稣的即个。尸体，耶稣死了后，是毋是爱有乳香甲抹药啦？来抹伊的身体嘛，防腐嘛，对无？伊会想讲要帮耶稣做这个代志。我想伊对耶稣感情真深，只是到尾有信无，我毋知影啦，安尼啦，好，所以要问咱啦，听完今仔日我的分享了后，咱对伫定头生。是毋是有更较清楚的认识？咱对伫永生永远活是毋是开始有真期待？咱是毋是会当体会讲，咱确实真需要圣神？咱是毋是会当明白讲，圣神其实一直陪伴伫咱的心，陪伴伫咱的身边，还是讲内住伫咱的心内，是咱随时的帮助。伫纪念宗教改革的今仔日。我想要透过尼哥底母甲耶稣的这个对话，来互大家了解，当时遐个宗教改革的遐个人，因想要做，其实甲耶稣想要对尼哥底母所做的代志是同款的。什么同款？就是回到信仰的根本，将遮看咱心目的物件拢清掉。互咱会当看清楚真理到底是甚物，因指出遮看咱心目的物件，爱咱拢清，互伊清去。这其实就是改革的过程。这个改革的过程也正是宗教改革的上重要的核心。宗教改革的精神 （spirit） 精神 （Holy Spirit）。
其实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更新的灵，更新的灵，更新的灵就是圣灵、圣神。透过圣神的做工，咱会当不断定头生，咱会当不断被更新，不断伫改革的中间生活。所以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一直持续地进行的一个圣神更新的运动。亲像我进前去的迄个健身房，即马嘛改名，我毋知影为什么改名，可能是头家换吼，伊改做什么？进前叫做 reborn 对无？重生啦吼，顶头生，即马改做 reborn new。加一个 new 啊，加一个新啦吼，叫做新重生安尼啦吼。啊，我即马吼嘛换到教会，其实教会吼，民权教会伫大边拿捷运边仔尔吼。教会嘛楼骹嘛有健身房吼，我即马拢伫遐健身啦吼。啊，我期待讲我继续去健身吼，互家己会当继续安怎更新啊，继续会当顶头生。啊，我知影讲咱今仔日下礼拜或是上年主日啦吼，咧庆祝即个重阳节。我也期待讲咱在座的每一位上年的长者，毋通受到年龄的限制。吼，咱拄则有祈祷讲，年龄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尔 ，Age is just a number， 确实是安尼。吼，无论咱年岁偌大，还是偌细，咱是年老的，还是少年的，咱永远会当不断追求更新。吼，每一天拢是新的一天，每一天拢是一个新的挑战。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讲：“你是以色列的教师，连这都唔知哦。”吼，当耶稣提出这个问话的时，我在摇尼哥底母一定有在想起以西结书顶面的一段话。吼，因为讲到灵嘛。讲到圣神嘛，一定想到即句话。伊讲：我要甲恁洗清气，除去恁一切污秽，甲所有的恶相。我要赐恁新的心，将新的神放伫恁内面。我要对恁的身躯除去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佮想使恁亲像肉遐尼软的心。所以要用即段话来甲大家共同勉励，互咱学习。倚靠圣神，将亲像石头遐尼重的心，会当变做亲像肉遐尼软的心，互圣神来开咱的目睭，帮助咱看见真理。一切改变其实拢是对心开始的，帮助咱会当重新出发。重阳节，让我们就重新出发，重新开始。咱同齐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想使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，来引带阮，互阮会当看见各种的可能性，也活泼阮的生命，帮助阮日日更新，也日日进步。阮意爱甲你亲近，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恳求你会当拄起阮的主动甲脱碍，互阮活伫真理的中间。遵探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心意，伫不断死、不断生的这个正成的过程中间，会当经历着永远活的美好。献上阮的感恩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请咱来来唱回应的诗歌，圣诗194首。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，请起立。我
请坐。这时，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。奉献的时，咱同齐唱《献罪活祭》。请起立。会长者坐。这时，咱要来念这礼拜金句。伫周报第一面，咱做伙来念2摆，请。加勒太书6章第8节，人所业事着满足，就会修成面目。人所业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，就会对圣神受永远的和平。加勒太书第6章第8节，人所业若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，就会修成灭亡。人所业若是为着要互圣神欢喜，就会对圣神受永远的和平。阿门。咱敢有头一摆来咱中间，甲咱三甲做伙敬拜的无？请你互阮甲你欢迎。若无，咱用感恩的心来关心教会事工。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培灵会，感谢考随真牧师前来本会带领10个25培灵会，甲今仔日黄场礼拜进度。
今仔日是本会上年主日，上年团契伫第1礼拜中服侍，10月29重阳节，教会备办一份礼物要送予70岁以上的长辈。后礼拜主日11月初2下晡7點中，集會伫教育館301教室。顶礼拜主日召开临时会员学会改选中职，选举结果请参考周报。10月28拜2到11月初2拜6，台北中会常年部举办干部会前往韩国，本会可信徒牧师甲牧师娘前往参加，而且拜访外语女教会甲语女基督学校。圣诞糕开始注文，每一盒20块，绿豆糕一盒35块，请到招待处登记，到11月16日为止。11月22拜六暗时7點到9點舉行感恩見證會，有詩歌學路見證分享，會後有備辦點心。對答開始，請掃 QR code 刷定報名，嘛會當到招待處報名。歡迎邀請好友朋友參加，要參加的人愛報名，方便點心備辦。兒童主日學成立小福讚美團，若有參加兒童主日學的囡仔，攏會當參加。團練時間是禮拜六早起10點到12點，伫教育館5樓502教室。詳情請問思雲老師。講道時間請咱的柯牧師。感謝上帝，互咱逐年踮咧下半年宗教改革的即个日子，咱有培灵会，咱教会逐年2届，顶半年是伫3月教会生日的时阵，下半年就是伫10月底宗教改革的即个主日。昨暗可随正牧师伫咱中间，后带咱培灵，今仔日佮甲咱分享信息，恳求圣神帮助咱，互咱会当经验到日日换新迄款的喜乐。所以咱拍扑啊，感谢欢迎柯牧师。拄好4课啦吼，甲伊古早，拄好拢共款4课。所以有人讲哦，啊，去恁私人教会啊，佩文牧师讲啊4课，听讲安尼吼。今仔日是上年主日，因为国第3天就重阳节，所以咱教会特别为着这70岁以上的长辈准备一个礼物吼，咱请分红包好，你手小啊举者就好。1955年也是民国44年吼，年纪越大，你拢手举者就好吼，你洗掉，不管你几个吼，咱拢是永远17岁啦，你唔免惊讲你几岁，就永远是17岁吼。毋过你着1955出世吼，我大爱搁等2年才举会起来呢，我即摆搁袂当举吼，你手小可比一下吼，咱这同工吼，分红包，咱。有人吼是讲，哎呦，搁差1点啊吼，有影差1点，每年1个就是啊，毋过即摆就举袂起来吼。咱那个园长，永远的园长李县长哦，1个吼，伊讲，哎呦，我都举袂起来吼。1955年民国44年，不管你几个生日吼，你手举一下吼，来吼，毋免客气，摕到红包的人17岁吼，摕到红包的人17岁吼。所以去买物件，家己去用，毋通摕转去，互恁子孙哦吼。内面的红包要互你用的，毋通转去讲互恁囡仔讲互你去用。感谢主，望亲像徐正牧师，互咱的勉励吼，这甲年纪无关系，但是咱这长辈摕红包的长辈，当成做真水的模范。你逐礼拜到上帝面前，你仰望，你敬拜。会互咱的囝儿孙看着模范，你无一定爱做啥物，但是迄款仰望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生活，的确会当影响到你的子孙吼。咱感谢上帝，互咱有重阳节这个礼拜3甲斗阵。咱也特别为着
拄啊有讲，顶礼拜咱选出来的长老甲执事特别为因祈祷，互因会当踮伫咧服侍顶头，经验到即款日日换新服侍的平安甲喜乐，也特别伫咧漳州伫即2天连续的假期，毋过咱长老中州甲会长有最近有一个研讨会，踮伫深坑台湾圣经公会遐2天1暝伫迄个所在大家重新阁建立一个互相的关系，然后圣神的引带，咱会当继续往前来跑走。拄啊有特别报告讲，即礼拜我甲牧师娘爱去韩国，咱会记即几年伫咧圣诞节过了后，拢有一阵迄个少年的按韩国来的囡仔。因会参加咱年尾祈祷会年终祷告会，会参加咱的主日礼拜1月的时阵，这就是对韩国华乌瑞教会来小学6年的学生因来民团大学上中文4礼拜，迄中间的礼拜日，因的牧师交代讲，着爱去做礼拜，佮讲着爱去长老教会做礼拜，无因上好的所在民传会馆就伫咧灵牛堂楼顶迄个所在，毋过因就是安尼，所以对伫2016-17开始，即马拢是圣诞节是假，因就出发来遮，到1月第3礼拜，再转去这摆特别去拜访，因为因新的主任牧师旧年10月就任，无介意谈价，所以我想讲，这款的互相宣教的交流，这是一个咱会当继续来学习参与的。所以除了教会遮个事工以外，咱嘛会当将咱家己个人、家庭、事业，也是你对你生命的换新，你追求的价值、意义伫倒位，咱会当向主来祈祷。所以即时，请咱起立，开咱的心，开咱的嘴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阮会当领受你即款稳定甲领受。困到你引带也人掌握，通互阮会当享受主你极大的疼，是因为有圣神，阮才会当得到顶头生。虽然阮外在的身体会渐渐衰老，毋过阮内在的生命要日日换新。无论是年纪大年纪小，阮拢需要圣神力来换新阮，互阮逐工经验。风圣神亲像风，吹伫阮的中间，吹伫阮的家庭，互阮的家庭来当建立祭坛，吹来伫阮服侍的所在。主啊，请你来，阮感谢你。万关灵的主宰，亲爱阿爸，阮感谢你今仔日，互阮各会当来甲你面前，通过你的罗卜，将你活命的话，搁一摆想述互阮。恳求圣神啊，请你来，你踮伫阮敬拜中间，互阮仰望十字架救恩。圣神啊，请你来，踮伫阮的家庭，互阮会当有家庭的祭坛来仰望主耶稣基督伫阮家庭做主。圣神啊，请你来，伫阮工作的所在。伫阮做义工、做志工服侍的所在，阮会当因为主基督的缘故，阮欢喜甲人互动，成做和解的使者，成做愿望的记号。圣神啊，请你来点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日日得着换新，通好享受伫圣神内面的喜乐。愿望、平安、甲公义，愿你的主爱甲怜悯，拢无离开阮。安尼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上营圣诗390首，阿罗天父万福本源。上营煞请柯牧师来祝祷。
领受上帝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三甲之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今仔日的礼拜到这，请你电乐煞，咱才离开。